講真，有冇試過成日冇 mood，覺得個人成嚿棉花咁冇力？其實宇宙已經預備咗充電位，只係你未拎到嚟用。第一，大補法，親親陽光，望下月亮，擁抱下大自然。唔好話你唔知，其實享受陽光嘅溫暖，望下月亮嘅靜，已經係最好嘅回血法寶。時只係你望住棵樹，吸啖新鮮空氣，都會有一種被治愈嘅感覺。試下行落街散步，踏下草地，雙腳踏實大地，吸收下世界嘅能量，你會發現原來生活可以好簡單咁快樂。第二係地補法，行喐行下山都得，久唔久拉自己出門口運動，唔一定要去 gym 房，好似隨意行個圈，上下山，行下海邊，揾翻身體同大地嘅連結，腳板同土地嘅接觸，嗰一剎那你會感受到，哦，原來我仲喺度。第三係人補法，食自己中意食嘅嘢，同舒服嘅人一齊，講飲講食，唔使玩抑壓，開心都係咁易嚟。揾埋親近中意嘅人一齊去 hea 傾下偈，唔使講咩大道理，都已經可以 restore 翻你嘅靈魂。記住啦，真正嘅幸福往往都係細微處流出嚟。有時唔快樂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未揾翻與大地、與人、與自己連結嗰條線。你又有冇啲咩大自然回血法寶？留言分享下你嘅經歷，記得 share 俾朋友一齊分享呢份能量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